好，首先出发的是笑兽大王组的虎烂大王。哎，有点狡猾。虽然我们只做了1分钟的专业团队啊，但我相信他们冲关也都是专业的。他这个每次落在桶上，这个重心啊，都给人感觉到总是还有点不那么稳健，但最后总能够成功啊。好，已经开始做出一些挑衅的姿态了。这一关叫晕头转向。这虎烂大王肯定过。他呢是一个网络热门奇葩商品的鉴定师。哎呀，你瞧瞧，面对这个晕头转向，你这个上来怎么这个鉴定就没有鉴定好啊？招牌项目高台跳水，这个项目不是说谁都能做，只有天选之子才能体验到啊！真的是老倒霉蛋啊！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恭喜这位幸运儿被选中的孩子，首先是会体验到我们这个飞升的快感。然后再来个高空入水，如同王八一般掉入水池，落入水池啊！你们看他们在水里多开心啊！你干嘛啊？其实我早就预料到，我没有办法登顶，没有办法站在台上欣赏各位落水的风景，也没有用那个实际结果来证明我的能力很勤啊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把向前冲的精气神在 B 站盛行。虽然这次没有扛到大冰箱，后面的准备者都不要太惊慌，加油，给奖品来一个大清仓。那没办法啦，